国人本色啊，古人本色，古人啊，古人本色，古那个对对，嘎荣是很厉害的。古是那个小男孩没来，七月你说的是那个嘎荣龙舟吗？木头的木吗？那个放牧的牧，牧人本色。牧人本色啊，牧人本色。对，那个嘎荣龙舟现在在境外经常都他的很多新舞都靠他领。他学新舞特别才14岁。我知道。才14岁是不是？还有15岁、14岁。他刚来的时候没有那么会跳，他刚来我就认识他。那个时候他还长得都要小一些，没现在那么胖。刚来的时候就看着就像小孩，过了一段时间长胖了又长黑了，就看着要成熟一点。小孩哥14岁，他叫嘎荣龙舟，他最早来的时候他在青阳宫。他来学那个学中文的嘛，是吧？他在高中桥来学中文。他经常在摆摊的嘛，我听他们说他经常在摆摊的嘛。谢谢那个跟嘎拉姆分享直播间，感谢。小胖叫啥？小胖我还真不知道，他等会儿问一下他吧。好，待会儿问一下他。反正他们叫美团那个叫啥？派货他，搞渔牧客和全民搞完了应该有。扎叔带他们学那个新路。牧人本色。拉拉姆，你学会没有啊？这个，还有拉小姆也在哇，你们两个学会没有啊？这个我还挺好听的。小胖是藏族的，小胖是那个青海西宁过来的，他是藏族的。他抖音写了一个什么东拉小胖，然后我待会儿问一下他们是他的。有点卡啊，那可能今天信号不是特别好。啊，你今天是在上班还是没在上班啊？我觉得你们上班挺好玩的，还能偷偷跳会儿舞。好多人啊，这后头取暖啦、做小饭啊，还有中二。今天这水有很大的。我后面啊，今天还有那个东真在后头，还有谁？还有小扎西在这儿，就这几个。大部分人还是没回来。登资应该也在附近吧？交易问题。哦，小孩哥来了，那你咋没来啊？那个嘎龙秀，你也没来跳吗？是吗？你师傅天天现在在打戏。
8步路，就是那个罗山八丹的，好像是新歌。那罗山八丹还是上山八丹？你横起拍了3米远，那个上闸，然后所以说8步的镜头你要横起拍，至少3五太近了，5厘合适啊，5厘横起拍差不多站。拍人像嘛，拍人像拍起来上面可能差不多3到4。
大娃19岁，健身小胖。小胖来带他的嘛。
色。
炒腰腰了，还有姜母。对，粒粒有点小红木的感觉。
点了。这个广场。啊，火锅味道。遍地了行囊，来穷极三把。
挺简单的，很简单的，很简单的呀。前两遍就三个动作。没事，你带他就是，你看做动作就可以。去哪儿在直播的嘛？这是玉珠和那个小西西。这边是小西西，那边就叫玉珠，玉珠。不知道我的搞晕了，到底是啥折吗？玉珠吗？啥折？忘记了，他已经走了，没电了。就是古人就是昨天晚上跳那个嘛。
魔人本身啊，无人本身，无人啊，无人本身。无那不对对，嘎龙龙秀很厉害的。那个小男孩没来，七月你说的是那个嘎龙龙秀吗？木头的木吗？那个放牧的牧，牧人本色。牧人本色啊，牧人本色。对，那个嘎龙龙秀现在在境外经常都他的很多新舞都靠他领，他学新舞特别才快。14岁，我知道，才14岁是不是？还有15岁，14他岁。刚来的时候没有那么会跳，他刚来我就认识他。那个时候他还长得都要小一些，没现在那么胖。刚来的时候就看着就像小孩，过了一段时间长胖了又长黑了，就看着要成熟一点。小孩哥14岁，他叫嘎龙龙修，他最早来的时候他在青阳宫。他来学那个学中文的嘛，是吧？他在高中桥里面学中文。他经常在摆摊的嘛，我听他们说他经常在摆摊的嘛。谢谢那个跟嘎拉姆分享直播间，感谢。小胖叫啥？小胖我还真不知道，他等会儿问一下他吧。好，待会儿问一下他。后来他们叫美团那个叫啥？派货啊，搞员工客哈。全民搞完了应该有。扎叔带他们学那个新路。牧人本色。拉拉姆，你们学会没有啊？这个，还有拉小姆也在哦，你们两个学会没有啊？这个我还挺好听的。小胖是藏族的，小胖是那个青海西宁过来的，他是藏族的。他抖音写了一个什么东拉小胖，然后我待会儿问一下他们是他的。给我连线嘛。有点卡啊，那可能今天信号不是特别好。啊，你今天是在上班还是没在上班呀？我觉得你们上班挺好玩的，还能偷偷跳会儿舞。多人在。哦，还有你看好多人啊，这儿后头取段拉错小胖啊，还有中二。这几天在这热闹。我后面啊，还有东真在后头，还有谁？还有小扎西在这儿，就大部分人还是都没回来。登次应该就在附近吧？好，点交易问题。小孩哥来了，那你咋没来啊？那个嘎龙秀，你也没来跳吗？是吗？你师傅天天现在在打西部。对，刚刚跳得好，安多拉布。他这个是非正式跳，他一般不会穿。他要是录视频，他就要去把这个穿上。他的那个电动车我看不见。我估计他的装备就是放在他的，然后需要穿的时候他就把它穿上。
是安博巴布鲁，就是那个洛桑巴丹的，好像是新歌。洛桑巴丹还是洛桑巴丹？你横起拍了3米远，上炸，然后一直流票，我喜欢的，所以说我把我的镜头只要横起拍个3米远多少就3五太近了，我离合适啊，我离横起拍差不多在拍人像嘛，拍人像拍出来3面人。
不到吧，19岁，健身小胖。